吃里扒外的事儿我见多了，想不到如今害我的是我的亲妹妹。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若不是你去通风报信，我今日又怎能轻易扳倒华妃？原来浣碧仗着甄嬛宠爱迷失了自我，进宫不久她就有了当主子的想法。毕竟每个打工者都有着一份上进心。这天，她刻意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并且还在皇上的面前晃来晃去。可由于她的化妆和打扮相当俗气，结果弄巧成拙，让皇上好一顿吐槽，说她真应该去花9块9报一个化妆班。面对皇上的玩笑，浣碧一脸委屈。好在甄嬛替她缓解了尴尬，可下一秒，她竟意外得知了浣碧的秘密。原来甄嬛试探曹贵人为何从自己寝宫搜到了木薯粉，虽然曹贵人极力否认，但甄嬛还是通过自己的方式从曹贵人宫女的身上得知真相。可没想到浣碧竟投奔了华妃和曹贵人。之后，甄嬛假装不知情来了个将计就计，她故意把探望眉庄的消息散播出去，因为眉庄正被皇上幽禁，若是此刻前去看望，无疑犯了死罪。接着，甄嬛吩咐浣碧留下值班，又安排2个宫女给眉庄送去吃食，然后她自己打扮成浣碧的样子去找静嫔聊天，等待着好戏上场。由于浣碧并不知道实情，很快她把消息告诉了曹贵人，随即曹贵人和华妃马上下令搜查，而宫女既紧张又阻拦的样子，反而让华妃确定甄嬛就在里面。你竟敢阻拦本宫，你到底让不让开？就在双方剑拔弩张时，皇上也刚好赶到了现场。而华妃见状，急忙向皇上解释，她说甄嬛竟敢私会戴罪之人，虽然臣妾大闹皇宫有错，但绝不能看到有人破坏皇上旨意。然而话音刚落，只见甄嬛和静嫔从人群中走来，让一脸问号的华妃顿时蒙圈，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？此刻华妃恨不能找一块豆腐撞死。她自认为聪明一世，居然在皇宫里遇到了缅北诈骗。当公公把房间的情况告诉皇上后，华妃立马恳求皇上饶过自己，还表示她才是整件事的受害者。朕以为闭门思过之后已经改过，不想却是越发急躁。朕本来想负你协理6宫之权，今日看来竟是大可不必了。皇上对华妃的表现大为恼火，这怎会是本年度最佳和平奖的获得者？分明就是一个争风吃醋的市井泼妇。于是皇上直接取消她明年参选的资格，还罚她抄写我是一个坏女人1000遍。就在皇上临走之前，静嫔趁机向皇上要了一个恩典。她说这里的侍卫太多，会影响到眉庄清修，或许老四对眉庄还有一丝情意，便同意了静嫔的要求。本宫一时疏忽，竟中了你的计。娘娘说笑了，大家同为姐妹侍奉皇上，这话要是被皇上听到了，皇上可又要生气了。你今日摆本宫一局，本宫没能早早扳倒你，实在是本宫的错。宫中时日还长，我们走着瞧吧。一切处理妥当后，甄嬛找到浣碧进行了软处理。首先，她对妹妹一番指责，让她明白行为已经祸及到家人。接着又语重心长地告诉她，你我既是主仆又是亲姐妹，我们的感情可以超越任何人，希望你能痛定思痛，重新做回自己。面对姐姐小芝以情动之以理的劝告，浣碧也意识到由于自己过分贪婪，差点连累到年迈的父母，因此她当场反省错误，并恳求姐姐的原谅。其实浣碧长相甜美又十分勤快，真不如从58同城找个舒心工作，然后嫁给如意郎君幸福的过日子，也不会发生以后爱上果郡王的悲剧。就在甄嬛以为扳倒华妃的时候，怎料华妃的哥哥年羹尧真争气，在外征战多年，替皇上开疆拓土，何止千里，因此华妃的问题成了皇上的心头病。年羹尧大破敌军，朕心很是安慰，想让华妃从旁协助一二。